哦，这叫用心咧经营啊，做个就水了。哦，你看中华文化的美啊！感恩五虎啊，祖先啊，栽培这优秀的主题啊，吴晋怀先生，留日的名音乐家呢，来这里参加活动还可以，哈哈，得到这个光碟片还有音乐 CD 耶，真有价值，值得典藏啊！8月27号有音乐晚会哦。8月27号啊，7点开始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赞！民族管弦乐团要在柳营火烧店这边吴晋华语音乐纪念馆在这边举办音乐晚会，开放的空间呢真好。